我係 Coco 啊，今日咧就會教大家做一個腿部嘅肌力訓練，係做邊度？闊筋膜張肌同埋臀部嘅肌力訓練，即係喺大髀外側嘅。點樣做法？我哋首先套住橡筋帶，1號仔同埋3號仔，記得套嘅時候坐低慢慢做，可以除咗隻鞋套完先着翻啦，同埋要注意家居安全。做運動期間記住扶住一啲穩妥嘅嘢。OK， 等我示範俾大家睇，我側身企俾大家。好，我哋首先係要將隻腳打橫攞高 ，OK？ 打橫攞高嘅時候，大髀外側同埋臀中肌呢個部分係會有反應俾你嘅，跟住你就慢慢放低。要注意個腳掌係同地下成水平，慢慢攞高，然之後慢慢放翻落嚟，唔好將隻腳跌落嚟喎。然之後重複做。另外個身唔好喐嚟喐去，上身係唔喐㗎。用力嘅時候呼氣，隻腳落嚟嘅時候都要控制住。你可以每邊做10下先，做完一邊做另外一邊，或者一組，最起碼就做2組啦。之後慢慢加上去，希望呢個動作幫到大家啦。